大家好，我係 Cyrus，好歡迎你嚟睇我嘅片，跟我一齊學廣東話。今日我想講下點解我會有呢一個頻道。我想講下點解我會有呢一個諗法，去用 comprehensible input 可理解性輸入去教廣東話。喺呢一條片我都加咗英文字幕，你可以撳 CC 開啟。我開設呢一個頻道有兩個原因嘅。第一，我想教廣東話，因為廣東話係我嘅母語。第二，我想用可理解性輸入 comprehensible input 去教語言。我希望越嚟越多人知道 comprehensible input。首先講下教廣東話，其實廣東話有好多人去講嘅，唔單止淨係喺香港，喺澳門，喺中國嘅南部，廣東省，仲有好多其他地方，譬如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澳洲、加拿大、美國，我而家住緊嘅英國，都好多人係識得講廣東話嘅。反而喺香港，越嚟越少人，越嚟越少小朋友或者後生仔、後生女去講廣東話。原因係喺學校，佢哋會用普通話去學習中文，而唔係用廣東話去學中文。我喺香港出世，喺香港成長，我嘅爸爸媽媽都係講廣東話，佢哋教我廣東話。我以前返學嗰陣都係用廣東話去上堂，所以我識得講廣東話。但而家越嚟越多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，令到好多小朋友、好多年青人唔識得講廣東話，或者佢哋習慣咗講普通話。我想更多人去識得講廣東話。咁點解要用可理解性輸入 comprehensible input 去教廣東話？點解唔用普通嘅方法、傳統嘅方法去教廣東話呢？同我自己嘅經驗有關。首先，咩係 comprehensible input？咩係可理解性輸入？你可以睇返呢一條片。如果你未睇嘅話，我喺度簡單咁講下，可理解性輸入就好似你 BB 仔學語言嘅時候，用一啲你可以明白、可以理解嘅內容，慢慢一步一步去學習語言。透過自然嘅學習，一步一步去獲得語言，而唔係透過背單字、背文法而去學語言。我希望透過呢個頻道，令更多人去認識可理解性輸入。呢一個係同我嘅經驗有關。如果你睇過呢一條片，我嘅自我介紹，你就會知道我識得講廣東話、普通話、英文，而我而家學緊西班牙文同埋日文。我由幼稚園3歲就開始學習英文，到而家我喺英國工作都係用英文。我係透過傳統同埋可理解性輸入去學習嘅。喺學校，我哋會用傳統嘅學習方法。喺我初初學英文嘅時候，我英文好渣。
我唔識得串字，我唔明，我英文好渣，去到小學3年班嘅時候，我同一啲外國人，同一啲本身講英文嘅人去對話，聽得多，我嘅英文好咗好多，我嘅成績都好咗好多。到中學，我嘅學校係英文中學，喺香港有英文中學同中文中學。英文中學全部科目除咗中文科都係用英文去教。我哋喺學校每一刻都係聽英文，老師會講英文，所以我聽咗接觸咗好多英文。我嘅英文而家好好，但係有時我嘅文法都係錯嘅。我用傳統方法去學文法，所以每當我要去寫英文嘅時候，我有時都要去諗下我嘅文法係啱定係錯。有時個腦都會好混亂，唔自然。但係因為我好長時間用可理解性輸入去聽，去不停去接觸英文。我會話係用一個沉浸式學習，不停去聽英文，所以我嘅聆聽能力好好，我嘅溝通係唔錯嘅，只係文法就係一般。而我嘅普通話係點學嘅呢？喺香港，我讀書嘅時候，小學生每一個星期有一堂普通話堂，但我嘅普通話好差。去到中學嘅時候，我成日睇台灣嘅劇集，成日聽台灣嘅音樂，成日睇台灣嗰啲綜藝節目。耐咗我就開始識得講好啲嘅普通話。喺咁嘅情況，我明白就係我之前不停係用傳統嘅方法去學習。小學6年，我嘅普通話都係講得好差。但係喺中學，我開始聽，開始成日睇講國語、講華語嘅內容，我就開咗竅。英文就好似叫有個 click，我就明咗呢啲個內容，我可以講到好多嘅華語。到我學西班牙文，其實我喺十年前就已經開始去學習西班牙文，但係我有9年半嘅時間，我都唔係好好。我西班牙文都係得 A1嘅程度，聽唔明，佢哋講得太快，聽唔明。喺呢6個月，喺呢半年，我認識咗可理解性輸入。我成日去聽，我成日去睇，我可以每一日都學西班牙文，而我係開心嘅。而家我大概有 B1 程度西班牙文，我聽得明好多。我覺得喺呢半年，喺呢6個月，喺呢半年，我進步得最快，令到我知道去用可理解性輸入學習語言，其實係比用傳統方法好多，有用好多。所以我希望更加多嘅人知道呢一個學習方法。喺 YouTube 已經有好多嘅片係用傳統嘅方法去教廣東話，有一啲我自己作為母語者都覺得好難啊！佢用英文去嘗試翻譯一啲廣東話嘅句子或者廣東話嘅字，一啲中文字。我作為母語者睇完聽完，我覺得頭都大，好難，令到
本身呢一個語言更加難去學習，而喺 YouTube 唔係好多 comprehensible input 嘅廣東話頻道，所以我覺得我想去做呢件事，我想去做呢件事。如果你想學廣東話，如果你諗緊學廣東話，希望我嘅片可以幫到你去學習廣東話呢。如果你鍾意睇我嘅片，鍾意睇我嘅片，記得訂閱 subscribe 同埋畀個 like 畀個讚好我，留言支持我亦都可以㗎。下次再見。